今日帶大家嚟到油塘高宏苑280尺單位，全屋使用咗米色瓷磚地板嚟增加採光度，牆身以深淺綠色嚟做對比，帶出一種寧靜嘅感覺。呢個係主人房。用咗3聯動玻璃門嚟隔牆，設計保障私隱，同時保留採光。因為成個單位只有一部冷氣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將玻璃門打開，將冷氣吹到成個客廳，慳電又實用。而入邊嘅地板床，我哋根據客人大量儲物嘅需求，將佢改到比平時嘅高，將床板揭起可以放置行李箱或者換季嘅衣服。廚房門口安裝咗 PD 趟門，入邊整體採用咗灰色同墨綠色風格，台面使用瓦面嘅石英石，觀感柔和，更具質感。遮住爐具嘅木板並冇完全鎖死，只要解開螺絲就能夠輕易拆出嚟，以便日後維修。到咗洗手間，保留原本嘅瓷磚，而增加咗智能鏡櫃，有燈光同除霧嘅效果，整體空間整潔簡約。成個裝修設計展現咗設計師對每個空間嘅小巧思，每處細節都反映咗對品質嘅要求。想裝修即刻 WhatsApp 聯絡我哋，或者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為你嘅貼心設計。